过去那喷农药拢是人工派，不知身躯嘛有毒性的危险。不过现在一台几啊十万的无人无人机顶面会当载农药，不止加速轻松，效率好，嘛会当节省1/3的药量。所以现在台南市农业局甲在地科技公司合作，首创农来飞平台，要参像外送同款，一通电话到无人无人机卖到农产，替农民服务。同时，市府迈向农会争取每一分地100块的喷药补贴，鼓励农民充分利用。我著药仔转到几步，吼，安尼行，拢爱安尼转了吼，人身体转来拢爱戆吼。所以呢，派出这个无人机来转，而且吼，伊个定位吼定啊足清楚的，而且伊会当飞到吼迄个网塘，迄个不是迄个农药迄个海塘吼。米的迄个叶仔下骹，伊安转过吼，拢做有效。农药平均会当省1/3以上，吼。第二，伊喷了足准的，吼，袂对环境造成污染。第三，我要喷的即个田就喷的即个田，袂喷的恁兜隔壁去，吼。所以袂去做白工，吼。第一，袂做白工；第二，省农药、省人工；第三，佫服务足紧的。台南无人无人机农作团队成立以后，目前有6间公司，有49位拢是上证照的背手，加将近100台无人无人机投入。希望这个平台会当彻底解决欠工的困境。农业局表示，只要民众需要，地当卡免费专线0809081098，或者是市民服务专线1999，以及各区农会推广部。台南新闻，阮子何乔邦采访报道。